隨口清明，萬德齊圓。一、佛可功德不可思議。喺《大藏經》第53冊經律義上第18卷有一段出自《譬喻經》嘅故事，話有一個人慈親割愛，隨佛修行。有一日，佢證得咗阿羅漢果，得阿羅漢果就會有神通。佢以神通跟智慧度咗跟佢有緣有因嘅一啲人。接下嚟，佢嘅母親去世咯，佢以神通觀看天上人間，都揾唔到佢嘅母親。往深惡道一睇，佢嘅母親竟然係喺地獄之中。阿羅漢雖然有神通，但係冇辦法親自到地獄直接救到佢嘅母親，點算呢？佢就諗咗種種嘅方法。佢以神通觀看到一個國王，原來呢個國王係弒父自立，殺死咗佢嘅父王，然後自己登上皇位。而呢一種嘅罪業亦都會墮落地獄，因為殺父係忤逆，會墮落阿鼻地獄。同時呢個國王嘅壽命就只剩下7日嘅啫。佢所墮落嘅地獄跟阿羅漢嘅母親剛好同一個地獄，因此可以講係機會嚟咗啦。呢個阿羅漢就以神通喺晚上嘅時候顯像喺國王房間嘅牆壁上。國王一睇牆壁上有人，非常恐怖，立刻拔刀將佢個頭冚落嚟。雖然頭落地咗啦，但係身體仲係如如不動。國王定眼再睇，一諗，哎呀，呢個人係一個出家修行人，佢一定有神通，立刻就撲達喺地上叩頭請佢原諒。阿羅漢就問呢位國王：你係咪弒父自立而做到國王嘅呢？對方話係。阿羅漢話：你以呢個罪業會墮落地獄，你嘅生命只剩下7日，我係嚟同你提醒嘅。國王就哀求阿羅漢救佢救到解危嘅方法。阿羅漢話：如果要做其他嘅功德，一方面已經嚟唔切啦，一方面亦都唔能夠救到你脫離呢個地獄。你只要專稱南無佛，連續7日不斷，就能夠免除地獄之罪。呢個國王為咗救自己嘅生命，就自心虔誠嘅念南無佛，7日不鬆懈，7日一到，佢嘅壽命就盡咗啦，氣就斷咗啦。佢嘅神識到咗地獄門口嘅時候，就稱念南無佛，當下燃燒咗地獄之火，立即就冷卻啦。地獄嘅苦刑立即就停止啦。地獄嘅人一聽到南無佛3個字，當下就離開咗地獄。一離開地獄，阿羅漢就立即跟佢哋講法。當然呢個當中包含佢嘅母親，所以呢一啲地獄嘅罪人唔單止脫離咗地獄，亦都證咗須陀洹果，證得初果阿羅漢嘅果報。由呢一件故事，我哋就知道佛學嘅功德係相當深廣，不可思議，好難以想象嘅。只係呢一個聲音嘅啫，自然能夠攝取忤逆之罪嘅人，當下離開地獄嘅果報。如果佛號無嗰個功德，亦都無超乎一般想象嘅威神力、不可思議力，點會有呢一種嘅殊勝嘅果報呢？南無佛，無固定邊一尊佛，但係我哋所念嘅南無阿彌陀佛係有固定嘅一尊佛，
就係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嘅阿彌陀佛，亦就係十方恒河沙諸佛嘅其中一佛。雖然係其中一佛，但係阿彌陀佛係諸佛之王。十方諸佛雖然多，阿彌陀佛係王，所以大阿彌陀經裏邊話，阿彌陀佛係諸佛中之王也，光明中之極尊也。無量壽經釋迦牟尼佛亦都讚歎話，阿彌陀佛嘅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二，阿彌陀佛係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威神光明就係救度眾生嘅功德力量。阿彌陀佛救度眾生嘅功德力量係其他十方諸佛所唔能夠相比，所達唔到嘅，係最尊貴、最崇高、最第一無比嘅。阿彌陀佛又稱為法界藏身阿彌陀佛，意思就係法界所有功德，不管係五大功德、十善功德、聲聞功德、緣覺功德、心言小乘嘅功德、細地大乘嘅功德，所有諸佛嘅功德都喺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當中，所以叫做法界藏身阿彌陀佛。因此有一首偈話：阿字十方三世佛，彌字一切諸菩薩，陀字百萬諸聖教，心字之中是具足。亦就係佛法真心寶嘅功德，心藏十二部嘅功德都喺六字洪名裏邊，所以講心藏十二部都係六字洪名嘅主角。蓮池大師對南無阿彌陀佛呢個名號係點樣稱讚嘅呢？佢話：彌陀萬德之名，無一願不包羅，無一行不體備，無一佛不貫徹。意思就係十方諸佛既然無一願唔喺六字名號裏邊，十方諸佛嘅六度萬行無一行唔喺呢個名號當中，所以話無一願不包羅，無一行不體備。至於無一尊不貫徹，亦就係話十方諸佛嘅功德都喺呢一句名號裏邊，所以南無阿彌陀佛呢句名號，呢一尊佛係十方諸佛當中無一尊不貫徹，係貫徹到十方諸佛嘅功德威神力量嘅。三，阿彌陀佛係萬德洪名，一名隨舉，萬德齊圓。蓮池大師又話：彌陀乃萬德名號，一名隨舉，萬德齊圓。阿彌陀佛呢六字係萬德洪名，只要呢一句萬德洪名一稱念出嚟，所有萬德當下就齊備圓滿咯。蕅益大師話：阿彌陀佛係萬德洪名，以名照德，氣無不盡。阿彌陀佛呢六個字係萬德洪名，萬並唔係話百千萬數目字嘅萬，萬係形容詞，包含圓滿、具備而且超越嘅意思。總而言之，阿彌陀佛包含具足圓滿法界嘅功德，十方諸佛菩薩嘅功德。我哋念呢句南無阿彌陀佛，以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感召南無阿彌陀佛當中所有具備嘅功德係圓圓滿滿、完完全全無遺漏嘅，所以話以名照德，氣無不盡。